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未解封的期间，国内的旅游嘛采取着有条件来开放，规定9个人以下国内旅游会当来出团，但是各县市也是禁止餐厅内用，嘛互用餐食饭，将做出团上界头疼的问题。啊，民众就算甲餐点包出去，但是伫车顶或者是外口，共款无法度用餐。旅行社是规气无来接客，所以旅游未解封，有解甲无解共款，对旅游业的帮助真有限。收入完全是零，对，可是你的支出是没有，像我们就完全1年多都是没有薪水。为13开始，部分的产业未解封，指挥中心嘛同意业者办9个人以下的游览团，还阁有真侪问题，就讲餐厅禁止内用，地点歹找，阁惊互人检举，规气无爱接行李。如果有检举达人把相片照一照，他们又要被罚钱，那到底是罚客人还是罚旅行社？其实这对我们来讲，其实是蛮困扰的。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，其实我们就没有再接这样子的客户了。9个人出团，若配合每回做，都要坐游览车才会使，尤其干那爱分担这游览车的费用，就算袂好。未解封对旅行社业者根本就无效。其实这一些日子来，其实是靠政府补助在撑着。针对游览团的用餐问题，指挥中心讲会阁甲交通部研究看卖，提出一个防疫旅游计划，看要安怎放松限制。